嘉义市伫咧学生休乐期间，拢会举办科学教育博览会科学168，到今年拄好是办第20档啊。今年同款有展览、课程加科学拍通关的活动。农业部农试所今年嘛是第一届来参加，希望会当互民众来了解农业科学和实农教育相关的知识。做什么？ 家长带着囡仔来认捌各种水果的种子，边仔阁有农业相关通途的小解。头一届来到科学168举办展览的农业部农业试验所，将研究的成果结合实农教育，要互民众会当了解台湾农业务种的发展。平常他们从食物里面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平常所吃的稻米啦，一些水果，今天都可以实际在这个展场上看到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选供育种、水稻育种啊，不同作物的育种，还有不同病虫害的防治，还有其他农业技术的开发，其实拢是咱农事所在努力的目标。还有智慧农业，其实拢是咱农事所在做物件。啊，透过这个活动，做一个传达。为着要学生囡仔会当休乐期间学习趣味的科学知识，科学168教育博览会除了有4场主题特展，还有100多场的科学课程甲比赛。今年头届有空军家己基地、甲农事所家己分所的教育单位，请真侪家长带着囡仔来体验不同的科学。好玩。为什么好玩？因为很刺激。除了本身科学以外，还有加上食品，是农业，是海洋，有关系一寡单位，互囡仔去学习，我感觉佫袂歹。嘉义市教育处表示，科学168到当已经举办20档，今年的主题是科学甲永续，为7月19到7月23，希望透过趣味的体验甲内容，互科学唔单单是知识，嘛会当帮助囡仔伫生活中会当运用甲体会科学素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